去日本拜神社唔係鞠個躬拍兩下手就算，做錯動作分分鐘神都唔理你啊！今日整理咗呢一份1分鐘嘅權威官方教程，照住做，神明先收到你嘅息流，片尾照舊，送翻你一張參拜速查卡。其實參拜就係3步：入境、淨身、祈願，做足全套，你個氣場即刻唔同晒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敬畏。第一步入境，鳥居就好似神域嘅大門口，入去之前停一停，輕輕鞠個躬，同神講句打擾晒啦，我嚟拜訪啦。過鳥居嘅時候唔好行正中間，中間係留俾神明行嘅，我哋行側邊以示敬重。第二步淨身，通常日本神社門口都會有一個坐字走水社，用嚟俾你靜一靜身，先入去拜神。記住呢個流程，右手拎個殼洗左手，然後轉左手拎殼洗右手，再將水倒去左手嗰度進行啷口。記住千祈唔好直接飲，最後豎翻起個殼，清洗手柄，放翻喺原位。呢個儀式係提醒你由而家開始洗手雜念，乾乾淨淨去祈願。第三步祈願，去到拜殿，如果前面有個靈嘅話呢，就搖一搖佢，同神打翻聲招呼，我嚟啦。投香有錢，通常呢度我哋會投5 yen， 日語係5 yen， 取其有緣嘅意頭。接住嚟就係通用公式啦，二鞠躬，二拍手，二鞠躬腰要彎夠90度，鞠躬2次，然後抬頭合十。呢個時候右手要稍微低過左手少少，代表神在上，人在下，齊肩寬，拍手2下。呢個時候再將雙手對齊合十，心裏面默念我係邊個，嚟自邊度，想求啲乜，願望可以具體啲，慢慢默念。但最緊要喺後邊再加一句一切隨緣，感恩而家擁有嘅所有。最後深深一鞠躬，少少退後2步，再轉身離開，成個祈福儀式就禮成美滿啦。整理多樣嘢，如果喺神社抽到下籤點算呢？唔使驚，將佢結喺神社指定嘅架上邊，代表留低霉運，唔好帶翻屋企。接住落嚟就會轉好運噶啦。下次去神社試下由心出發，認真做足全套，將你嘅善意真正傳達俾神明。睇到呢度嘅朋友仔，Benny 都衷心祝你同你嘅家人都身體健康，幸福美滿。